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37篇3至4節，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實為糧，又要以耶和華為樂，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。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實為糧，又要以耶和華為樂，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。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喺紛亂嘅世界當中，仍然謹記要回到你嘅面前，安靜等候聖靈嘅引導，並相信神嘅公義必會彰顯。藉着神嘅話語勸勉我哋，要倚靠耶和華而行善，相信你會供應一切所需，以你嘅信實為糧，又要以神為樂，因為你會將心中所求的賜給我哋。感謝神嘅信實同埋應許，使我哋喺基督裡得享豐盛同埋平安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們。